講3年以上個老司機都係攞嗰樣嘢嚟保養車㗎，嗰啲內飾邋遢了舊了，攞樣嘢一拆過去就當新嘅咁啫，真係有咁神奇？你咪好我條高姐啊！等着我買回來麼得？你睇我通話曝光你，我哋跳下視頻。為什麼我的內飾這麼亮？秘密就是這個汽車內飾鍍膜濕巾，使用非常簡單，抽出濕巾，把內飾均勻的擦拭一遍就行，讓愛車內飾告別暗淡無光，就像新車一樣。視頻同款鍍膜濕巾我就買回來咯，花錢貴我來踩，免費攞，幫我點醬，29蚊夠，到手3包。而家我哋拆開，嗱，3包。睇睇啦，生人廠家、生人地址都有，質量標準又有，嗱，俾你睇睇。嗰啲就有汽車內飾鍍膜濕巾，一包係40抽，冇講咁多，而家我哋直接去測嘅。啱我又睇了一下呢個使用範圍嗱，家居、汽車內飾塑料、糖塑、皮質、木質表面清潔等保養都得，顏值有都冇錯，我哋打開睇睇呢。哦，嗰啲應該係除啲乜個？哎呦，攞張出嚟，我哋擦咗個冇擦，啱我貼咗條嘢啲落，嗰啲好多灰塵㗎啦，你睇，嗱走啲車啊！睇呢，幾邋遢。嗱，嗰啲係有啲水個，一冇洗了，一貼回來嗱，咁至又冇會風化。我哋等佢乾，再嚟睇效果。而家我哋擦嗰邊冇擦。哎呦，大到灰塵，嗰啲係夾貼個嗱，你睇呢，幾邋遢。我將嚟擦咧，一擦了真係自然咗嗱。又變新了喎，好似啊，黑黑嗰呢，擦一隻啦。你睇睇呢，一擦了真係靚好多了喎。等你乾，我哋睇效果。我哋再擦嗰隻座椅。啲窿罅裏頭一大堆垃圾，擦咗出嚟啦。擦人嘅，幾邋遢你睇，你睇，等陣我哋再嚟睇效果。我哋再擦隻電動車座椅試試，邋遢啲灰塵啊！哎呦，黑亮咗好多，你睇，再幫我公仔擦對鞋呢。啲泥餅，擦得幾多泥出嚟？你對比下。Later。而家已經過了20分鐘咯，已經乾透咯，我哋睇睇呢。乜鬼嘢？哎呀，啲效果可以喎，嗱你哋睇，嚟，好明顯喎，嗱。嗰邊啲明顯又黑又亮，我哋攞張紙巾嚟擦呢，擦啦嘛。嗱，紙巾擦thì係冇甩過嗱，有冇嘢拉上高？你對比下，嗰邊擦過，嗰邊冇擦過嗱，即係黑亮咗好多，新咗好多。睇睇嗰隻中控台啲，你睇，即係好明顯啦。嗰邊特別黑亮，嗰邊係啲色。望見沉沉嗰嗱，再睇睇嗰隻座椅，乜鬼條嘢睇睇呢？哎呦，嗱，嗰隻座椅就得嗱，又係黑亮嗰邊啊！睇睇嗰隻皮鞋，嗰隻幾靚嗱，再睇睇電動車座椅，乜鬼條嘢睇睇？哎呦，你哋睇呢？黑亮嗰邊啊，當新嘅咁子。嗰隻汽車鍍膜濕巾呢，我就測啦，效果呢，你哋都睇到啦。你一打開係有股淡淡嘅香味個，一冇洗了呢，咁至吸回來，咁至佢就冇會揮發咯。29蚊夠，到手3大包。汽車、電動車、皮鞋、皮沙發都可以洗，嗰隻嘢功能性可以，性價比都 OK，靚貨，你哋需要啊，點下睇啲。